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公视台1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63964个本土病例，中当前的增加130例，而且各有40人死亡。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敢若20多岁尔。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包括65岁以上的老大人等等的3类对象，为后礼拜一开始做第4档疫苗。那这波疫情，即马嘛拖到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因为处理有人确诊，目前快筛阴性，等咧居家隔离。原本逐天下昼疫情记者会拢会出席的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因为大做伙家庭确诊新冠肺炎防科列会，提出隔离3加4，目前快筛阴性，健康状况良好。发言人职务将由罗义军代理到20后礼拜5。所以我们现在是先定这样的一个，把它整个要3加4的这个期间都由我来代理。当然，我们其实还是会内部做一些适度的分工。疫情拖到指挥中心，因为14拜六增加63964个本土病例，已经连续3天超过6万。有在立关市病例数超过1000例，其中新北市增加21000多例上济，台北市有9000多例。这3天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好，值得我们观察。另外，中重症病例增加130例，包括40例死亡，有38人有癌症还是慢性病史，有15人无做过疫苗。死亡个案中，超过80岁有22人。特别注意的是，较少年的死亡个案中有1名20多岁男性做过2剂疫苗，着病了后合并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在使用呼吸器的一位年轻人，那这次是因为染疫之后有合并这个呼吸衰竭，那也加重了本身的这个神经肌肉方面的疾病，而不幸过世。为了降低高风险族群着病了后中重症风险，指挥中心宣布第2摆追加剂也就是俗称的第4剂，为后礼拜1 16开始做，适用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长照机构住民，加18岁以上免疫家庭3类。只要第3剂做完满5个月，就会当开始做第4剂，而且无限制疫苗出牌、开放做无共牌。另外，疫情高峰什么时阵来？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当处伫高原期，高峰期单日增加可能超过10万例。时间点可能落伫5月20至30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湘北地区今仔日的确诊病例加起来就超过3万。指挥中心宣布要伫湘北家人汤圆设大型的体检站。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会配合，不过伊嘛强调讲，加设体检站未当解决问题，赶紧开放有所有的人快筛阳性拢准做确诊较实在。那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呼吁中央莫乌白下令。每当敢若想讲要扩大采检，就要看检验的量能到底会堪一步。不管是边外口民众排队排真长，也是车内数要采检的车阵，未少人检查阳性了后要调急做 PCR， 也只好一直等。新北市政府半个月来继续呼吁中央加检查阳性，看做是确诊，也不过中央依然无答应。你是认为讲爱改善这个 PCR 的速度？只要改善那个 PCR 的那种速度。那是不是能够在PCR 一确诊了之后，就能够快速的给药？那现在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改善速度嘛，要伫台北新北贵人桃园扩大量能，新设大型的采检站。台北市要设伫自由矿场、市立体育场，新北加设10至3城堡甲港仔水站。新北市长侯友宜讲，设毋是问题，不过爱加用真侪人力，不一定解决问题。更加提出新北检查阳性确诊率达到97.04%的数字，呼吁中央和地方先来试办快速检查阳性，定有确诊。让民众那个焦虑感在烈日下，在风雨中，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再去排队采检 PCR， 情何以堪？另外，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只是证实要新设中正纪念堂站，伊认为这是伫最好防疫去门诊，加轻动情分流。台北市会不时来开设，也不过呼吁中央莫乱下命令。若是要来开设这个采检，嘛要评估后壁这个检验量能是不是有够。很多东西就是不要乱下命令，每一个采检后面都有办法去做那个 PCR 的结果是做得出来，不然你给他采检，就是2-3天的 PCR 结果再出来，就根本没有意义了。郭文哲讲，绝对未相信拜六确诊人数会比前一天较少，原因恐惊是 PCR 量能下调咧。另外，外界引用伊讲，若是快速检查阳性就开药啊，伊强调毋是安尼，而且评估是毋是符合适应症，药物是毋是有高副作用这条件，才去予药啊。因为若是拖延用药，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记者综合报道。
本土疫情管家讲到，这医疗院所甲长照机构更加是高风险区域。台北一间河前敬老院到13为止，有126个老大人甲工作人员确诊，其中阁有3个4大过身。因为人力无够，敬老院已经甲指挥中心申请，甲一寡无镜头或者是轻症的员工找转来上班。若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今年到达全台湾的长照机构，拢总有4000多人去为着新冠肺炎了。疫情严重，确诊个案数量一直升悬。位于台北市北投的河田敬老院，也因为疫情影响，传出有超过100人确诊。5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院民发烧确诊是阳性，我们就针对这个同楼层的所有的住民全部都去做快筛。院方自4月23出现第一个院内工作人员确诊，5月是第一个移民着病，是正常分层分流照护，一切以防疫指引，因过疫情拖实在伤紧。到13为止，累计有49位工作人员加77名长辈确诊，其中有3名长者死亡。目前由联医进行细心诊疗，也调回确诊当前回来工作。我们的照顾人力确实是抓襟见肘。这些确诊的同仁其实都陆陆续续的都很多愿意回来，23位确诊的同仁是提前返工，我们跟中央报请，也都经过这些同仁的同意，我们要给这些同仁防疫的这种津贴。长照养护机构的群聚确诊，毋但发生伫台北，新北三甲也传出有养护中心爆发群聚，超过50位住民甲工作人员着病。另外死亡的3位住民，其中1名是癌症患者，另外2个人是长期卡床，初步判定是因为破病还是原来疾病死亡。机构普筛，在普筛的时候呢，那天呢有发现有45个住民跟8个工作人员是快筛阳。然后就这53位里面有52位的 PCR 是一个阳性，595家的这个住宿型机构又出现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是住民的这个确诊的案例有1526位的工作人员有非工作人员就是住民的部分是2881位。指挥中心表示，长照机构的住民是本土疫情的高风险患者，加上长照机构本来人力就较欠，所以有一寡机构已经报请予确诊的轻症无症状照顾员来照顾确诊住民。另外，护理、照护相关人员也拢会发放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连续3天增加6万外例，基层卫生单位强要保应甲强要扫草。来看台南有一个确诊者，因为镜头变严重，要去予医生看，病医煞讲查无伊的确诊资料，害身体无爽快，搁等归报。后来发现是关怀人员卡伊的电话号码，结果拢袂通，所以无做居家照护关怀。检查试剂顶面真清楚2条线，台南林小姐初未出现症状，检查加上 PCR 了后才伊确诊，加工伊症状变真严重，开窗袂外到病院看诊，却是讲无即个确诊的资料，做完检查也无甲伊讲要带伊，还是转去厝的，互伊对中昼等到暗时，感觉像人球共款。他帮我做了检查之后，就把我晾在一旁。那因为我是很不舒服，我想说你要让我回家，我就快点让我回家。他电话后来也经过跟其他他去采 PCR 的医院去确认，电话是无误，但是真的打了好几通是一个空号，可能是一个收讯不良。电话唔知来康复，造成无做后续伫厝照护关怀。卫生局讲已经联络确诊者，并且转介到医疗院所。对电话未通的确诊者，未来请卫生单位至少要敲3摆。南部就是确诊数是继续增加，台南新增加2624例，另外高雄则是也增加3697例。市长陈其迈认为，这种风险也是伫个密切接触者，并且宣布5月16开始，3类人应注射第4档的疫苗。在65岁以上，长照机构以及18岁以上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的病情稳定的这个部分，是我们疫苗接种的这个对象。确诊者是愈来愈多，高雄12启动基层诊所照护方案，即阵500间的诊所加入，有福吉道症状民众用就近到合作的诊所去看诊，由诊所一站式来评估、治疗开药后续看症状分流伫厝照护，也是带医，希望经由早期的诊断甲用药来预防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快筛实名制计小较俗，新开始咧买时阵，逐工时间一到，又帮到排满人要买。不过，根据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数据，到今仔中昼为止，4951间的药房快筛试剂，敢若795间是无到半工都卖了了。看起来民众排队抢要买情形是有变较少啊。
过来头一款通过进口的喙瘾快速检查器剂，上报总共700件的超商甲药妆店也买得到啊。由每店限量100剂，9点卖进前排队人对柜台排到外口的顶仔卡。每次搓鼻子都会很紧张，搓太深或者是打喷嚏。为了小朋友，因为他们搓鼻子会比较不舒服。超商的喙瘾检查剂一剂175块，每一人上最买2剂。不过对着无适应乌片啊，也受囡仔的家庭加一个选择。另外，公费检查剂4月28开始卖以来，这2天排队明显较少。我换来啊，若有就买，无就我想要来过来抓就无啊。刚好还没有买啊，刚好因为还有，要不然我本来之前看这边排队都太多人。指挥中心统计，14家用检查剂是名细卖进行到中昼12点，总共5000件，会用卖所在有795件卖完，会用卖41万外份，结果卖出16万外份。指挥官但是中讲，这阵全答应讲，逐工拢卖完。原定5月15实施的第2轮快速检查是名剂也无规划，配送制度暂时未变动。直到它的那个售完的一个比例有一个程度的差异，那我们就会调配相关的一些供应量。检查器剂已经真侪家庭必备的防疫物资，不过民众讲继续闹打仗，也是扫这症状，3天检查2摆拢是阴性，无清楚到底是不是要做 PCR 采检。他可能会需要去卫生当局去做联系。目前接线生的那个量能都出现问题，当然会比较痛苦啊，这是我们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较尽量爆炸，专线较袂通，加上 PCR 留予真正需要人，到底要安怎呢？意思讲，若是症状真轻，会用多多来补充水分；不过若是胸坎窒窒、喘气真喘、莫客气，伊就甲卡落去，送到急诊就 PCR 就知影结果咯。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反映讲，快筛试剂无好买。台中代理就有一位里长，因为收到民众管的200支快筛试剂，伊决定成立快筛合作团，互要紧要体检的民众来借快筛剂。但以后家己买到，才阁转来行。希望大家有借有行，甲互相斗3工。拜六一透早，就有民众到里长服务处来写资料，随后领用快筛试剂。台中代理入到里长办公室，13号开始，互有急用的民众借用快筛。里长表示，因为有热心的民众捐出差不多200剂韩国快筛试剂，决定用快筛合作的方式来提供。昨天看到里长有 po 文，他这边有在借快筛啊，因为我下班的时间再去排都已经排不到了，啊，我也不可能说就是为了我自己的朋友，那我特地请假吧，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家庭啊。刚好及时可以用到，就很方便了，对啊。对啊，他可能解隔离以后就亲自再去买来还这样子。来借用快筛的民众表示，是帮朋友来借用，有人是因为确诊，居家照护等袂到快筛试剂；有人是专家居家隔离，无法度出门买，所以才会先到里长办公室来登记借用。里长表示，服务处所提供的快筛试剂必须要有借有还，安尼才会使予爱心循环。因为快筛现在又不好买，又买不到，我们只好就是说让爱赶快一直循环，让需要的人赶快用到。江里长讲，全国疫情升温，台中被中央列做高风险的地区了后，确诊数嘛一天比一天较侪。有真侪民众因为个人的因素，买袂到实名制的快筛，快筛合作团成为另类的自主防疫，希望政府会使赶紧解决快筛不足的问题。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上新的进度，美国甲罗西亚国防部长为休战到打头一摆通电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求罗西亚即马都要随停战，不过罗西亚并无正面回应。俄乌双方目前攻市中，也是乌克兰伫马里波最后重要据点的阿索钢铁厂。为上新传出来画面看来，除了钢铁厂4颗为残破的崩下，并无大规模的冲突发生。不过乌克兰方面由原指控各国家舰队钢铁厂的攻势。虽然伫顿斯巴地区的前方战线并无伤侪变化，不过4颗位的外交军事行动由原一直进行。首先就是美国两国的国防部长以电话方式进行直接会谈。This is the first conversation they've had since February 18th. And the Secretary urged an end to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and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communication. 根据外电报道，这摆电话会谈停留伫个人讲个人的阶段，无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另外，伫奥斯汀小连续伫华府国家大楼，甲北约各会员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同时，北约昨日分几路为北欧甲巴尔干半岛进行几项的联合演习，以检验北约面对各种状况的应变能力。
同时间，俄罗斯甲乌克兰的连地作战也一直拍。俄国大约一礼拜前播放一寡影片，显示俄军动用飞弹攻击阻断乌克兰政军甲补给路线。乌克兰也伫13播放类似影片，讲将被一批伫顿斯巴地区准备过河的俄军战车。另外，冲击全球的大宗物资供应链，因为乌克兰挖乌海港口，互俄军封锁，真正无法度出入。汇运业者将脑筋动到挖进乌克兰的罗马尼亚。先由铁公路将货运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各为当地增船出货，不过这会当解决偌济运货问题，佫会提高偌济运输成本，是一个大问题。广济新闻徐家仁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今年头一波黄酸雨的锋面，即阵继续影响全台湾。今仔中昼开始，台南、高雄甲屏东雨落甲真粗真猛，虽然无落伤久，不过要受一寡所在淹水。伫新北石碇、甲台中和平山边有土石放落来，加载拢无人受伤。南雨来到4月园，即马原本是收成期，不过看到真侪西瓜拢已经必果烂去。中华县福兴乡的西瓜因为受到今年春雨影响，出现小长病虫害，收成减少。西瓜农即马就惊这波黄酸雨一直落，连村的收成也会受到影响。草有减，草有7、8成，产量拢无呀。即马若讲后手剩2、3成，搁落这雨落去了来，可能几率会当采收的嘛会机会较少安尼啊。拜六下昼中港雨也雨，新北市石碇区的一块山坡出现土石骨落，下面一座土地公庙甲2台轿车互降害。台中市和平山区台北31公里的所在，是伫早起8点外就发生土石崩起，一度造成道路双向拢中断。好在这2件土石崩起状况拢无造成人员伤亡。初步排除后，先恢复单线通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派员清理，于下午1点完全排除，恢复双向通行。受到头一波黄酸风面影响，拜六全台有雨，尤其是台南、高雄甲屏东地区，为中昼开始雨就真大。气象局发布大雷雨及时信息，虽然无传出灾害，不过真侪所在有短暂积水状况。台南市北区的开源人行地下道也一度淹水封起来。中午大约12点到2点这段时间，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对流云系是从我们的西南边海面上移入南部的陆地，那因此呢，为台南、高雄、屏东带来了一阵很显著的又大又急的雨势。气象局表示，拜六暗到礼拜2日时啊，落雨的卡顿雨，也毋过全台有望有水汽。为礼拜2暗到后礼拜1、16水汽佫增加，挖进台湾，落雨情况佫会较明显。西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拖袂离，一寡观光地区的店家最近生意是变甲真歹。亲像台南的阿霞饭店已经取消店内食服务，阿东咸糜正也宣布要停袂到5月底。铁门又热，工作台啊收了真清气。原本拜六透早应该客满游客阿东咸糜，门口打公告写因为疫情影响暂停营业到5月底。但阿东毋是唯一一间，受疫情影响，台南真侪店家餐厅生意拢落差不多5成以上。人加落来啊，涨价了啦，大家惊到要死啊！所有的原物料都通通涨价，包括树木椅啊，包括其他相关的物品拢全部涨价。烦恼员工也是人客感染。其实早伫4月底开始，台南都有部分餐厅店家，包括真有名阿霞饭店取消内用。但疫情严重，有店家挡袂掉，选择先关店休困。但嘛有店家喙齿花加继续经历。好像对比较，他们挺辛苦的咯，谢谢他们持续的开下去，那让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民众，他还有口福。疫情加上原物料起价至少2成影响，互餐厅大受打击。店家认为困难的时阵加减赚，为着避免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嘛袂起价，大家做伙经过去。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教育部13甲各大学举办防疫会议，讲若准学校预估照护甲隔离的宿舍无够用，袂当安置确诊个案，学校就会当采取远距离教学的方式，一直到这学期结束。所以，即阵台大、台师大、台科大甲原治大学，拢宣布全校要线顶上课到期末。避免
校园根据准备隔离的宿舍，教育部初5开放大专会当进行1礼拜到2礼拜稳固演练。教育部13搁找大学副院长参详，若是估计学校照护甲隔离宿舍量能无法度来安置确诊学生，全校会当稳固到学期结束，唔免通报教育部。台师大头一个宣布全校稳固到学期结束，今仔日透早工系统的台科大甲台大嘛宣布。宿舍那个防疫的量，要考虑到我们的外籍生很多，他没办法回家，他有些课因为要实体上，他就得来到学校，就变成这样子往返。其实有些家长跟学生事实上反应实际上也非常不便。三间大学真紧有决定，但是全校稳固到学期结束。期末的成绩安怎评量？台师大国文系教授基立峰以家己作例，有的班级本来就规划线顶看册考试，有的班级是写报告，其实影响无大，但是几落位学生甲伊拜托，报告的字敢会当较少。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师都改成报告，所以学生现在也在哀说。报告写不完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会影响到我，因为我有一个语言课，本来起初就说要写一个语言创作，他们现在就说没时间写啊，可能字数稍微放宽一点，但是还是要教这样。这个会议嘛订定协助确诊学生甲密切接触者返去厝内底，教育部补助完全的交通费。若是学生有困难，学校承担。另外，原本准备照护宿舍补助达成1万提悬到2万，配合调度隔离的宿舍，健康学生去住一般旅馆。原则上，学校袂使搁向学生提钱，教育部会补助每位学生每工1000块。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41度。中部地区20度到25度，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东部地区20度到25度，华岛地区15度到24度。台南有一个铁头店的第2代陈敬顺，伊走访市内铁头店做田野调查，要找出老台南人的生活方式。接下来7点半，公视台1台青春咱的网要带观众朋友走出老台南的气味。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陈英静，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